若讲到中华真出名的料理，真侪人拢会想到肉丸、控肉饭或者是蛤蟆面等等。不过，观众朋友敢知影这小食是安怎好名的？料理的手路是安怎来的呢？中华南国国小举办食食的文化课程，邀请对中华食食真有研究的作家陈淑华来演讲，要让学生囡仔对食食来了解故乡的文化。其实 “gay” 有2种发音啊，那个好像泉州音是说“为”，而且你到南部去不叫 “gay” 更吗 ？“gay 那”。台湾小食鸡卷，敢若是发音讲法的几啊种，佮有辣甲面，是因为辣这个动作好名的。中华南国国小为着让学生了解在地的食食文化，邀请作家陈淑华演讲，袂少小食囡仔人拢无听过。黑白切是我今天第一次听到。也没有吃过的东西，甲囡仔介绍这中华上界有中华味的吼，这在地的食材啊，在地料理有啥物样的，有啥物款的特色，有啥物款的历史甲故事伫咧背后。金鼎奖作家陈淑华出过几啊本料理食食的册，因为伫中华出世，伊嘛对遮的小食文化真有研究。陈淑华解说，中华蛤蟆面清芳的汤头，正是因为有海味，嘛有肉芳。另外，控本地是料理手法，即阵正做控肉饭这项食物的名，这拢是食食文化趣味的所在。中华的迄个汤头最重要，用到蛤蟆、花甲啊，佮想办法甲安怎甲这个蛤蟆味甲这个猪肉吼结合做伙，变成一种山海交融的滋味安尼。即摆囡仔对咱即摆咧食中华的即个食物。较无感情，咱就是请老师来即个做演讲，然后会当互我甲囡仔共同，阮要去创造即个菜单的时阵有更较侪想法。南国国小举办的在地食食文化课程，除了邀请作家分享，嘛甲在地店家合作，带学生洗菜市仔、认捌食材。未来阁会安排料理课，互学生设计菜单，亲自煮一道中华味。记者杨淑晴，中华报道。